到湄洲马祖庙参观和参加真侪种制定活动。为1月开始，中华南投等各地村长、里长、乡长拢接受邀请去中国旅游。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伫咧介入大选，向地检署检起。本署针对大陆地区落地招待之介选案件，先前已有接获情资，并有2案立案侦查中。检举的人认为，中国锁定有政治立场较有限的中华和南投等中部县市，以观光或者是宗教交流的兵器，邀请真侪基层的村里长旅游，算4天到5天，住伫咧豪华酒店，团费煞干那办法真无合理。几乎每个月都有在举办这个落地招待，但有分青年那也有分邻里长那也有分机关团体。有旅行业者讲到，这办外口只是机票的钱，去到中国食个大全部现场，免开个半息，明显有招待介入选举。到里长或者是乡长，真正嘛捌去过，毋过拢无申请，迄是招待。社区的交流，咱上重要是要让大家了解咱要安怎做会比因较好。这不算招待旅游吧？因为招待旅游免开钱啊。闹旅游招待，基进党立委参选人邱培华，下早嘛来到台北地检市零个国民党客委会顾问，就是要来去贯彻习近平的对台的解决方案。邱培华怀疑对方透过主办两岸的交流活动，实际上是伫咧帮助中国发展统战组织，会要求相关单位亲自追查，避免中国影响大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